本集內容：群眾維恩。群眾維恩或者叫做訴諸群眾，係指以多數人嘅意見或者行為作為理由嚟到支持見解。但係群眾嘅意見或者行為可能係啱，但係亦都可能係錯，所以以群眾維恩係唔充分嘅理由。例子一，去買3份早餐，買埋我份。少數服從多數啦，少數服從多數。你去買早餐，順便幫我買一份。請。唔該晒。唔該晒。片段裏面，男子用少數服從多數為理由，要求人哋去為所有人買早餐，除非嗰個人係願意為群眾服務，如果唔係，咁就係群眾維恩，即係不充分嘅理由。例子二，你想扮猩猩嚇我班細路仔？冇啊！行嗰邊，行過去啊！點啊？叫你行就行啦。喂，我哋同是天涯落雁人，好應該互助互愛，相敬如賓就係噶噃。你就想啊？佢叫你侵犯性啊？仲有性侵犯添啊！嗱，以後就用呢條河分男女界，兩不侵犯。啊？乜你以為咁樣好公道咩？如果你認為唔公道嘅，可以投票決定。啊？走。片段裏面，女仔人多勢眾，女仔認為男子應該住喺狹窄嘅一個小地方，但係男子質疑地域分界唔公道，女仔就用投票決定係唔係公道，咁即係用多數人嘅決定當做係公道，即係群眾維恩。最後總結，群眾維恩或者叫做訴諸群眾，往往係唔充分嘅理由，甚至係誤導他人信服嘅理由。現實生活裏面，民主制度亦類似於少數服從多數，所以要避免多數人嘅決定強迫少數人。民主制度仲需要有言論自由、資訊自由等等，等少數人都有表達嘅權利，經過討論同埋平衡，先作出決定。如果唔係，民主就只係多數人作出嘅暴政。相關嘅議題，我哋會係將來嘅集數再加以討論。拜拜。